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日福喜來呢個節目。就講介人嘅呢時候咧過年咧，過年嘅時節要當到個東西好食，不過有一種東西當特別嘅是湯，吼，尤其成日會從個其他過年嘅時節會食湯，個做檔啊要用到湯客個，吼，你還會特別去買啲挑白嘅湯嚟回憶一下當有過年嘅味水。今日繞牆道嘅係呢個兒童文學作家佢帶來嘅一本新書，講嘅是係湯嘅回憶，大家來分享佢呢個親屬與欣賞，分享欣賞。大家好，我係專門寫故事本《台灣寫字款》的作家。分享欣賞真實嘅，欣賞寫嘅書真實嘅寫字做得看，台灣嘅做得看。係講成日看到當生前你做得了解講，哦，頭擺阿公阿婆嘅屍體安樣，台灣看，錯台灣看嘅世界會知道，哦，頭擺愛到是安樣，是聊到東西，錯，是咪又強美又強感，是咪特別冇？形容感，心肝都為行動溫暖起來，而且當場會回到以前，有沒有？因為以前的時代料理下，非常嘅冇形容，唔過你下科技當發台，嘛個東西都當裏邊，唔過頭擺其實有頭擺嘅亮情，對冇講頭擺看到的星空，現在都不一定看到，冇形容咧哈，頭擺頭嘅空氣了擺，你下面冇形容咧，然後大家來分享了解啦，欣賞今日嘅杏樹，你講妮子的糖果盒，對，妮子的糖果，好可愛哦！我覺得寫安樣的書真的要充滿着童心才可以耶。其實佢倆係提3本啊，每天他就2本，每天有2本，一本係妮子的餐桌，還有一本係妮子的玩具箱，搞嘅，你講加拉寶成呢個東西，有冇？今日大家紹嘅係湯，大家會想湯有乜嘅好紹嘅？哇，故事非常嘅多啊！所以先到大家來講一下，好浪漫的名字，動龍滿有冇妮子？這個妮子就是你本人對嗎？我係按照有咩講？親屬妮跟妮哈，按發音重音按鼻音啊，冇乜嘅好發，所以我怕係愛寫創係阿妮啊，變到舌尖音啊，是阿妮，所以呢，寫書誒寫故事誒，其實是一個按照妮子啊。然後第不讀哈，大家講有機會是繼續來好好讀欣賞兩本書，因為它很好閱讀，就是你讀起來很舒服。對，其實本小我頭先講嘅台灣寫字，大家都在看嘅。不過第不讀又動到音部嘅故事的地讀，非常有意思。所以這裡面的人物故事，聽說其實應該係。有兩道細我，有兩道阿伯送咩嘅，全部有兩。可是我按的書裡邊讀哈，係咪些是咁樣啊？係我男孩取的，當然，係冇嘢譬如看到咯，哎呦，我用到第不讀。不過上次係講，雖然描摹形容係講，只是講，這個剛好我好像，有可能是係愛，對不對？對，所以按你寫故事嘅時間哈，係正經有2張音來講哈，其實會當到係可能係2張音加2張音加2張音，佢3嘅故事，變到3音嚟欣賞來啊。冇錯，就是你那動音某種嘅特質，你可以融合在一個人的身上。然後大家來講2本書地圖，有非常嘅短篇嘅故事，你知嘅寫故事，每個故事你都很喜歡。不過最重要嘅事情係，它這個總共有很多篇。每一篇都是一個糖果，你知道湯，所以我在讀2本書嘅時間，我非常嘅其實有意思，而且我為自己打勾，看哪隻湯我用認識過，都認識也不要太驕傲，要有點年紀才可以認識，對不對？所以講你看2本書，大家統一都冇認識，是表示哇，你真的是當和尚，漢當和尚是。我因為你可能冇辦法大家通讀少解多，比如我讓大家來讀一下，比如講先生講第一隻 BB 通，什麼阿妹當嘛，大概就今天我聽錯有談過，比如講J 利通，我就等於講蛤蟆嘅東西，你等下聽錯未啲哈，還有冷凍帶冰棒，係啊，該有台嘅話，係即刻做餅啊，我細細嘅時間媽媽會煮6條通，6條通用到該白色的冰袋，即刻做餅，還有個薑麻湯啊，薑麻湯講，相信沒有聽過啲哈，還有健素糖，很像那個巧克力，有冇？有2種，一種就糖衣，一種冇糖衣。冇錯，當然牛奶湯嘛，大家都知。牛奶湯，祝你控。
种一个大个的凉，汤这咯好了哈。还有，我觉得这好棒，麦芽糖。好，后面你有没有讲到冬瓜汤？冬天嘛，个狗年挺潮的是，系咩？乡亲朋友狗年时间。汤它地度一定会用冬瓜汤，为什么那么特别哈？还有嘛，改从系马肉，人家讲马米肉嘛，我都有讲到马米肉啊，还有马捞啦哈，姜麻汤，爆米汤、米肠，什么情人糖。哎呀，该下哈，结婚喜事喝喜酒时间啦，对，那转来诶，对，所以其实线上200为什么特别以通而走主题？其实头先就讲过係散本嘛，哈，其實本寫係乜嘅呢？寫係餐桌啦，專門寫啲客家料理，啊，寫乜嘅？鹹菜剁豬肉啊，薑絲炒大腸啊，蛤蟆炒怪絲啊，其實本是寫兩啲，第二本是寫細我搞嘅東西啊，從個加拉布，係啊，竹拜啊，哈，冇是個折紙飛機啊，韓國200是。其實兩本寫睇錯，唔係教細我樣板已教，但唔係教講哦，以前我樣板已學呢啲客家料理。其實啲位路當到寫係細時節，然後爸爸媽媽，然後我看見嚟親戚，然後隔壁鄰舍之間哦，細我人家啊，台語樣板應該都係除了學，除了教以外，還係就都係感情的部分的解。好，所以兩本寫出來，大家反應還不錯哦，覺得蠻有意思的哈，是有讀者會反映問，陳老師你還有你子的系列還有咋個寫嗎？我們是想搞嚟啦，搞嚟，餐桌啦，現在還有乜解咯？是記得哦。古老挑牌細時間即刻是來通啊！啊，你下查從因冇按簡單賣得到咧，都吃洋芋片嘞，冇乜嘅強人。我很好奇耶，你這樣子的通你是怎麼選擇？哎，你最印象深刻，你也最好食嘅係乜嘅通？其實正經講起來哈，我細時間親愛搞啦，親愛食啦。平常冇乜嘅湯好食，係要食到湯嘅時間。記憶是真緊當深刻，所以該啲本都寫係湯啊哈，都是印象深刻，都印象當深刻係湯啊。你下講你最好也是買嘅湯，嗰是姜麻湯啊。姜麻湯我知道，台家地麼，就是那個外面白白的，中間黑黑的，對，然後吃起來又姜麻嘅辣味，對，重新沾哈。姜麻湯現在還買得到，現在還買得到啊，還買得到姜麻湯，錯。所以其實係講門線上講，你如何挑選？我覺得，如果說走過挑白推班農業沙肥嘅細節來講，真係是食過了的東西。環田世界鄉親朋友每個有講過，其實每講我要選什麼糖，因為那個糖在我生命當中。他就進來了，對，因為對，比如你平常過得沒有，就是算那時候有一段時間比較貧瘠的時候，因為團西跟洗東西好冇按頭的時間。你是嘛？是該乜嘅呀？做薑草就啊，放起來該緊啊。咁咪都在做湯啊，植物哈，韓國該乜嘅？風破兒啊，野草莓啊，風破兒，是，還有貓掛兒，但是50千，或是那個花的那個心甜甜的，摘來舔一舔，講得好像我已經80幾歲了，有沒有？啊，所以緊嚟湯啊，好食時間，嗰是不得了哦。係，所以意思是係講嘛，解說線上寫嘅兩條湯哈，係講大家來看講嘅係。該扎西腿大家共同的回憶，我不認為是妮子老師單獨的回憶，我冇用認為來講佢所有經過該扎西腿，因大家共同嘅回憶啦回味。之前我個個會講，我是講嘢實際上是到了第一種嘅湯，所以我特別有感情，特別歡喜啊！線上講姜麻湯我咪當好食，唔講兩片當有意思。你講啲大家都講啲老頭白西腿，線上特別帶到一種相片。好珍貴，梗係嗌阿婆撈魚婆，所以阿婆撈魚婆兩個人強下氣象，他們真的很像雙胞胎耶。係啊，其實雙胞卵強，其實唔係雙胞卵，係姊妹嘅啦。係，我咪唔知阿魚婆後生幾多歲。哦，其實哈細時間很少看到魚婆，佢大胎中，我係先做北部台嘅啦。你下次去到 QQ 的哈，該白是以前覺得好坦然哦，所以該日啦，一下轉來，我今日看到阿婆錯咧，又你下你媽媽阿婆用眼號來錯咧，摸去嘅摸漢街摸漢咧哈，就係咪阿婆就嚟錯咧？
佢冇用愛啥見笑呢？哎呦，基本阿婆怪怪哦，忙你後背進去喊你隻聲，喲你轉嚟啊，哎呦，用有一隻阿婆就出來，愛啲上當場，所以唐先先生講意思係嘛，家己看到其實係。該用西西頭來飛些，那阿婆搭擺落嚟，所以就會帶媽lau，了邊上係就會帶媽咪lau，媽咪lau來，所以對於來講，就是只要阿婆來就有，所以那個糖果跟它是連在一起的，對不對？你看到湯嘅時候會想到阿婆，冇錯吼，還有動到個按神奇嘅故事，然後同大家來分享，先聊下，你等下就再講。东方姨走在绕墙头，亲信上那朵节目地图真的很开心。东方姨因为用大嘴鼓，其实我们等于是听起来是在聊童年往事。黑公用亲朋友看到也会觉得，对，我们以前小时候没安音，对，这就是为什么绕信上那大嘴鼓也是些讲到俩书本的故事。其实不只是故事本身，故事本性有意思，我觉得是勾起了大家共同在那个时期，对，而且那个时候的因为年代的不同，真的，所以特别的。不一样，是说实在，那时候的食物比较贫瘠，动神音。我听长辈分享，有个糖放在这个手心里，好珍贵，很盘的呢，贵松盖金贵，对呀。我想好像好多东西，好像摆在桌上一堆。不过讲到了，你上团节目讲到是姨婆了阿婆，对不对？你讲妈咯，公演长是得到哎，公演长是得到，因平常我是紧身啊，百姓之间的就，其他你社会上的是冇很简单哦。其实。讲实在话，你下面系公演怎么卖落去？是不是？总那样讲，我那种心情冇买穷人嘞哈，不一样。你下做得出来的东西，真紧挑逗，太多贴豆嘞，很多花样。你下系讲是妈老就会说，古早味，嘿对，你下感因为古早味，所以这就是在一起。古早味嘅东西，所以看两本书就得到安用解复，以及很好从然线上有讲到动作，比如讲两篇有讲到，因为线上讲你信做北部人，嘿，我信做北部人，他讲你俩地图特别有写到，就那时候有个警察局在里面，前面有个空地的故事，什么？你下哈，我你下北部上当到观光客为去哈，可能大概。邦正公园顺体会看到一张圆形同样圆楼廊的，个西窗，嘿，个西窗哈，头摆哈，系警察宿舍，哦，个看起来是就是那种黑色的，就嘛合适啊，门打开来个。可是我唔是落去啦，cái故事底部都沒有講，我到時我當上落去看底部擘個樣嘅哈，可是嘛冇擘個機會，我們就原因，就兩隻轉學生咧，叫人家爸爸係警察，是大家底部，哇大家是講，可能其實做得聽得落去，唔過當時前我都冇落去，可是呢。警察宿舍面前哈，有一家动态的篮球场 ，OK， 那个篮球场空地哈，是我都是台湾啊，考个奥多曼机车的驾照时间哈，是否去家位考？因为去家位考呢，本来应该到新竹个监理所，错，可是突然嘞，啊，记得工作人员会下乡，好有人情味，嘿，佢来签只空地，啊，是大家来两位考试做的，唔是去新竹嘞，哦。我到時我做唔得考啊，時我是全部會聽人去看佢考場員看人表演咯，嘿，當定印象，當神奇啦，當有人情味。啊，兩隻故事底邊就是主要係是講到個兩隻轉學啊，哈，一隻哥哥一隻妹妹哈，記得是想當該開班上下學就入隊嘛，個小女生妹妹想那個入隊期，可是家母卡唔係追妹，冇做唔得做入隊長。所以那么多个只企鹅啊，我都是想办法本去那多个只旗子。哦，其实当欢喜，抢啊都是阿妹大嘛。阿妹大嘛，用亲朋友还有记得有一种通案叫阿妹大嘛，吼，其实讲实在话吼，系讲当球冇讲里面唔记得的，嘿，唔记得，这是日文发音，对，头白读日文落的嘛。其实你填充有动穷啦，很像，可是因为这没有插，它其实也染啊，对，然后就是一条线啊，对，所以其实是穷安用改染一粒改通，唔过就是它有白线，然后我起头还有两个
糖粒啊，对吧？对啊，那个好。讲咧口水味，来，信上的书有画，就是这一个。嘿，个插画家画的还不错。对不对？所以两行音可以讲，我们定用音讲，也是随便讲，哎，就是那个圆圆的那个糖果，对不对？有颜色的，其实是阿梅丹吗？哇，好有味道。你们那时候好有趣哈，不跟纳入对齐，他就请你吃阿梅丹吗？跟小朋友说，哎，因为应该我记得哈，该两家小朋友哈做警察爸爸哈，记得不是客家人啊，所以记得我在讲的是，记讲姐姐我请你们吃金甘糖，那嘛可以按照金甘糖给拿出来哦，原来是阿梅当啊，对，哦，还有一种汤，你对大家有印象哦，你看东南卖的多，应该当年工业现在会特别卖一些，就是软糖。软糖、啫喱、椰粒糖，就是啫喱汤，中間拍哎，然後蛋糕就得搶哎，就得封哎，冇錯，好，你下面係日本嘅發音嘛，對唔對？我想應該係，因為大家講嘛，軟糖係講都到你好老一輩嘅，下間大家就講椰粒湯，對，這個很有趣。誒，大家啲冇，我要就查一下資料哦，按用解通誒，其實解東西。日本攞一個軟糖係有錢嘅音，有錢音長寫得起嘅，有錢嘅音是去當高級嘅，所以我想講，哇，你要想象你細細嘅時間有試過咧椰粒糖冇吼，咪表示講你有錢好賣冇，因為該東西食物很貧瘠缺乏的時候，你可以吃到甜甜的，對，然後軟糖，我想就很夢幻，對不對？平常係買湯嘅哈。湯嘅店，你時候去可能買唔到，可能係台音，台音吼去大專來本時候食咧。冇錯，啊，線上你對唔對懂到只非常特別嘅東西嗬？我聽落大家來講，大家啲冇你一下當流行是個肉桂卷。哦，肉桂卷有沒有凍桂哦？很香哎，那個肉桂味道。對，然後那個肉桂卷哈，肉桂，對，然後肉桂那個麵包啦。你知道誰是個麵包？你講胖哈，用個甜點哈，70 Q 80 Q， 配咖啡，很好貴。如果線上有啲唔下到一種，應該下來當便宜哦。蠻貴，啊，你買個肉桂子，嘿，肉桂子，你知道那得在吃籽哎。本來啦哈，有一種我哋講按照肉桂皮，肉桂皮，像啲樹皮啦，一袋安嘅，好，時候我買來哈，很薄吧？皮好破，是用安咬。你是有口水味出來炒啊？開始該就該肉桂的味道，很香很香。可是雖然說肉桂嘅味道有等於鹹食，有等於鹹食，可是了解是係表示買個東西，你看該東西真的是能夠吃到肉桂籽已經很幸福。我們吃的剛才我說的是皮哈，皮好貴，肉桂籽啊，很好便宜，可是泡泡的。等一下，我跟同事分享一下，你同事還蠻對嗎？他說哦，我們以前還吃糯米籽哎，你知道？又到了巧，糯米籽，糯米籽該白哈，摸該種沒有那個藥丸的時候有沒有？糯米籽是拿來包藥粉起來啊。我講的肉桂籽呢，泡泡啊。對，可是你拿來食的確沒有肉桂的味道。可是該籽哈，我們配太重，唔得吞落去。哦，因是食嘅味道，所以幾好便宜。對，所以我也就講都講，應該改隻洗腿吼，我講嚟講大家會。啟動，我不應該這麼說，因為該東西糖工，因為物資就是食物比較缺乏，說那時候黑工用你賣冰棒，小朋友一人舔一口。係啊，臭啊！對，就是 A 同學吃完之後 B 同學就會說，對啊，昨天不來舔一口嗎？然後 B 同學就舔了，一人就舔。是該時代。他說最壞的是什麼？是到 C 同學的時間就提上改同學生咬很大口，然後其他要輪流舔那個冰棒的同學說：“你怎麼可以吃這麼大口？”安排了。實際上這也是一個回味，所以那個冰棒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糖果。小朋友多難得走得食到冰棒，啊，佢願意講，你來分。當然大家會講啊，你下做唔得，咁不衛生。對。可是該下那個年代只有一支冰10個人分的時候。哪有衛生的問題？你講分享，沒也是分享啊，好感人哦！一支冰分給10個人吃。那地圖還有一家大家聽說麥芽糖，是不是會有聲音？那時候賣麥芽糖會有聲音。阿伯啊，冇是叔公啊，咪哈，叫來買些哈，就嗰種
对，它会摇那个，你会叫捞开上，嘿，好，你躺到嘞，你是抬它出去，美容纤卖哦，嘿，用该种诶嘛，铁罐，嘿，铁罐啊，铁钉啊，吼，莫是该牙膏就啊，牙膏诶，该种诶，该还牙膏，唔系塑胶诶哦，系该，你就等泡泡诶铁质诶，哦，好像知道哈，我知道啦，我承认。来对啦，新年，我就大家会留起来嘛，留起来，后面是拿起到去玩啊。好，你也是环保，因为它等于收那些东西，修改的东西。去看你准备几多，其实会准备好多诶，其实会帮你好台机的麦芽糖，啊，好少诶，其实帮你好少。砂桶改色，卷成金黄色，在那边吃。对，因为肉豆阿爸莫是阿叔好强哈，佢摸来汤的是像一朵花哦，啊，肉豆摸来强，你是看到一团麦芽糖哦。没关系，对声音来讲，对声音来讲，唔系穷，唔系冇想过夹夹不挨，我很想赶快舔一口。对，你平常是不是很黏嘛？黏到嘛个，家下是讲像伊里讲诶，是系回收嘛哈，该观念啊，没清好啊。哎，好有趣哈，该东西是麦芽糖是很。就觉得说啊，它是一个糖，不像现在的糖非常的复杂。等下改糖果非常改复杂，非常改精致。小朋友单独是麦芽糖，给我取的没嘛改变化，因为他觉得这要干嘛？什么？这是糖吗？不过连哈糖发展到连哈很多都精致化狗其实回过头，麦芽糖是很好的糖。对，其实它是比较好的，它比较自然呐。对，好口感同款哇！今日到你改妮子杏上打嘴菇，转到是汤啊，骨头白改西头那个古早味古早味改灰梅唔但是系汤，其实大家会按放伊打嘴菇，灰梅系一种改灰质，还有人情啊，人情。什么？我还有动到到通有关嘅个故事，我让大家分享。哎，你等下再来讲。你讲到女子心上打嘴鼓吼，特别的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老师身上走在感受到一种的正能量，而且是那种童心就会觉得，对，你看跟老师聊什么就打嘴鼓讲的嘛，心上讲对，抽，是不是你？那是一个态度，对，就很快乐。我想儿童文学就是让你这么快乐，真的。而且，我就是看完这本书之后，就特别觉得好像狗年味斗嘞，特别会珍惜一下狗年。去感受一下，因为现在连过年我们改气氛嘞。以前吃糖果为什么信上总会写这么多故事？因为你感受很深，你平常没有嘛，那触动你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就是你看连过年都觉得好无聊，有吗？就爱我改感高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珍惜那个味道，去珍惜那个关系、那个气氛，对不对？我手信上牵一团拱豆，哇，连那个植物都拿来吃。老师，你知道在路边，我不知道该买，就是款一堆紫紫的、小小粒的。要不然就是那个红红的花很大，然后我们会把那个心拿出来舔一舔。对，那个扶桑花，那是朱槿，对，那是我这个就是真的很甜呢。很小的时候做的事情，就对，你看，对，竟然连那个都拿来舔。对啊，我们就可是现在的小朋友，一方面他可能没有这个习惯，不太敢呐哈。对。一方面他也不会想到，那可以吃吗？对，抽摸，那可以吃吗？哦，对。所以你看，动物饮食，因为不一样。对，线上讲到两本书，你讲台语写字都做得看，所以台语写字做得强下看。像线上你土孙呢，系讲么土孙呢，老先孙呢强下来看两数的时间。是等于是走在那个分享你偷白个故事，啊，去偷几类美酒都动用饮食，好吗？像你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婆，哦，那也是我讲下看人家的故事，是，所以是不是等于也是进一步很好进一步去共同来创造，你老顺的一个飞机是会不会有安个感觉？对，就是你变成哦。台音可能想爱偷白用白用白，对，然后小朋友想原来你都有偷白，所以你都不会觉得无聊。不会不会，尤其是因为糖果盒嘿今年才出的哈，去年那个不是去年，4年前那个玩具箱出来哈，看到小朋友不会觉得应该玩具哈按圣情有没有？他会跟着玩，尤其那个玩具箱第本读就是在讲按到翻花绳。翻花绳是熊的哆啦 A 梦第本读的大熊，
哦，我记得带小朋友看下翻花绳，给的感想系嘛个？翻花绳是你用个毛线对吧？嘿，啊不做的木一只个扫把对吧？扫把，哎勾起来一个玩具，就是一圈毛线这样玩，好好玩。他们玩不出来之后，才会发现说，哇，老师。大雄也很厉害，他很会翻呢，所以现在小朋友哦，他不会排斥，他会跟着说啊，原来以前可以这样玩，这也很好玩呢。以前玩法跟现在不一样哦，等下改声音会一起打线上游戏，你坐在那里来凑斗脸，然后我们把手机拿出来一起打，不是好坏的问题，对，不是好坏的问题，时代的不同，也是那种一种感情的交流。对，然后跳白感音是会从玩沙包啊，对不对？玩。橡皮筋啊，用还用搞，对不对？这是不一样，那就是以前挑白改同玩。像我们吃糖果也是，他们吃洋芋片，啊，我们就吃阿梅达妈，跳糖，哎，可是还是那种感情，朋友之间分享的那种，没错，那种一种互动。不过杜俩片哈，其实你大白补习类系讲从系访问从作家然后故事然后，我们都很想要有一个就是。快问快答，快问快答意思就是说，唔系绕来宾讲，你也问嘛个问题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对啊，线上总得上长久啊，总得上长久。对啊，系讲你等于上10分钟是你快问快答，是快问慢答嘞，是。好，所以线上我来问你一张问题哦。系讲做的，你最想转到九岁嘅童年时光呢？哦，几多岁哈？我希望我做得转到我国小5年级，或是6年级，该按算起来是11、12岁吧。哇，你回答得很快耶！我就因为妮子这3本故事里面，妮子就是那个年纪。难怪，因为黑公你问我要认真想哎，因为我要想我什么时候是比较快乐的。因为如果可以回去推白来西贡，我想要回去我比较快乐的阶段。对，比如说国中，你就觉得还是比较好的，每天都在读书，考试压力很大。对，然后国小也是，你就想说到底太小又好像对太小，好像那时候只会流鼻涕，有没有？负责流鼻涕而已，妈改读5、6年级，5、6年级的时候，而且老师的答案很棒，因为这就是妮子的时光。对，妮子这3本故事里面的妮子就是在那个最快乐的时间，所以你就是回去，因为5、6年级已经有点小长大了，对，有点抬嘞，好比较懂事，然后比较懂得交朋友了，是，又还没有国中安用，又没有压力，还没有压力，哇，对，所以那跟真的是最棒的时候。所以如果你问我说，哎，老师你所以我年纪还蛮大了哦，我今天戴帽子是因为要遮掉白头发，所以老师你再回到那个10岁、11、12岁的你要写那个时候的事情，会不会有一点距离感哦？其实没有哎，我觉得我回去那个是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光。然后说我们大人心里头还住着一个小孩，那个小孩就是妮子。是，信上那我要再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强们要如何像这样子保持童心，用因为保持用改通信？我觉得哈，我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专门写古诗问小朋友看，我专门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。对，你启动你不曾离开心里头的那个小孩，你从小爱讲故事问给他，我很幸福的为说是，我讲问给他的时间，后来变作一本一本的书。分享本台尬，所以我就会一直觉得说，我的故事很有趣，我一直活在妮子的那个快乐的那种氛围里面吧。是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老师创作很重要的元素。对不对？因为我一直因为对我来讲，动好记的事情是讲，就是说。到底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初心，还有怎么样的一个童心的维持、维持一种对持续的创作的热情，对，因为他毕竟还是真的是童书，这不是只是写你谁世界该故事听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老师，如果今天我问讲，老师，那如果今天这个妮子的糖果盒，你有推荐不台尬，你有什么推荐的话，你昨天到台尬来分享？其实，我推荐给大家哈，还係該幾位啊，就是談音誰子強下看，談音看啊，你就從愛講，愛回到愛11、12歲的時間，你自己就真的會快樂起來。啊，你讓小朋友可能係念誰，偶爾可能係念順呢，大家強下看是，哎呀，愛跳白是僅僅是係安音，或者。從一點可能你是僅僅去買牛奶糖來讓你分享，一條線一條款哈。會，都能可能是看過個，都想去買通。係啊，對，我是都講談音誰子強下看，你是
那种感情的交流。对，老师，你这3本书阅读的愉快。对，那你这3本书，斗里有没有收到一个什么样的回馈，是你很想分享的？是我就蛮感动的是，第一本餐桌，然后再来玩具箱，现在有两种感觉。第一种是我去学校的时间，给贵班的小朋友到老师啦，老师这干嘛亲耳些？老师到小朋友看他写卡片，那个卡片是一叠的哦。那因为一个班好几个班，但是我很认真的每一张卡片我都回给他，他跟我说老师我好喜欢你的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就会跟他讲说哇那个怎样怎样，所以我都会回给他们，这是一个团体的反应。有的哦，有的是我当记得2个妈妈。一个妈妈是老师，我去给她学校时间，给小朋友长3年级还是4年级，所以没有来听这个课。然后我活动结束转时间，老师到给谁，我来去等。老师你陈老师让小朋友书签名好吗？他指他小孩，他今天没有机会去听你上课，但是你的书他就那2本妮子的书，他都看过，他好喜欢妮子，他叫我今天陪他在这里等你，好感人，这是第一个。感动。第2个是一个妈妈，她来请我签那个2本哦。3本他都请我签，因为前面2本孩子看过的，第3本是他买的。他跟我说，小朋友今天去上课，所以没办法请假。跟妈妈特别记到跟妈妈讲，你去陈老师听陈老师上课，上完你请老师帮我签，因为我今天不能请假，所以他妈妈替他来，所以我很感动的说，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，一定要把他名字写下来，然后祝他阅读愉快啊。我觉得真的动长的，因为恭喜财富一定要改洗腿，其实因为点情下来，好好的读温史，其实已经有点困难，因为头白摸俺都。你讲手机可以看天气走的，没有这么多影像的东西的时候，阅读文字和走的，而且那时候读故事书是很迷人的事情，所以你要躺心上讲，你走的得到信学生改回馈，就说我好喜欢，请妈妈帮我签名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弥足珍贵改时期。是，因为节目只是西跟健康都动家，你看妮子信上仅是安用，充满着能量哦，动上来躺去巩固哦，有冇？速地读会松改。都改古做得谈，大家故事都非常介有意思。今日咧係特別，讓大家分享兩上再聽聽，所以咧非常感謝線上呢個節目地圖，讓大家咧分享。鄉親朋友家家攞一款，還有款哪種通你冇試過，好嗎？聽聽下咧，讓上所有嘅居民強下咧做認同咧。中意福喜女呢屆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女呢屆面書傾站，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讓呢個影片呢分享出去哦，感謝大家。